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咧神嘅傑作，神的傑作教會，神嘅傑作教會。咁我就之前咧就即係經常咧要同阿朱女咧就咧喺呢度咧即係晏晝咧去揾嘢食㗎。咁因為我哋喺度翻工啦叫做啊，咁喺度翻工啊嘛，喺度周圍揾嘢食。咁每一日都如是咁，所以咧即係都揾到冇乜嘢好揾㗎啦。OK 啊，咁好苦惱，每次一食飯好苦惱㗎啦。OK，好痛苦啊！哎呀，食咩好咧咁樣啊？咁有一次我就話去嗰間啦，其實我都未去過 OK 啊。咁去嗰間啦咁樣啊。咁去完嗰間之後咧，哇！咁朱女咧就讚不絕口啊 ！OK， 好厲害啊嗰度啊嗰間嘢咧，啲鹹魚雞粒炒飯啊有鹹魚啦。海鮮炒烏冬咧有海鮮啦，係咪啊？咁好正。咁朱女咧就同我講一句説話，呢句説話咧可圈可點嘅。佢就話：黎堅，你最大嘅貢獻就係揾到呢間餐廳。可能佢太開心啦 ，OK 啊？咁我就反覆思想呢句説話。佢話我人生最大嘅貢獻就係揾到呢間餐廳，即係我信主30年。全時間3年喺葵涌呢度最大嘅成就咧，就係揾到嗰間餐廳。呢個咧就係我嘅最高成就，呢個就係我嘅傑作啦。弟兄姊妹，今日睇下咧神嘅傑作係乜嘢？神嘅傑作教會啊！我今日咧嚟睇咧，即係以弗所書2章1至到10節啦。咁我先讀頭嗰7節啦。第一節。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嘅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嘅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嘅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嘅私欲，隨着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然而神既有豐富嘅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你們第8節我哋一齊讀啊，預備1，第8、9、10節預備1、2、3。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咁同大家分享一隻神嘅傑作教會。教會係神嘅傑作。我哋先嚟睇下咧，呢一個嘅傑作曠世巨作，佢嘅原材料係乜嘢？第一，傑作嘅原材料係死人，死人，一班死人係呢一個曠世傑作嘅原材料。2章1節咁樣講，佢話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你們每一個嘅以弗所人，每一個嘅受信人，每一個信主人，佢話你哋原本都係死在過犯罪惡之中。我哋原本都係，簡單嚟講，我哋原本都係一班嘅死人。幾時死嘅你？點樣死法㗎？點死法㗎？係嘛？當神呢度話因為點解我哋會死咗啊？因為我哋做咗啲咩事死咗啊？喺過犯同埋罪惡之中，因住我哋嘅過犯同埋我哋嘅罪惡，我哋都死咗啦。幾時開始死嘅咧？人係幾時開始死嘅咧？就係當神同亞當同埋夏娃講，佢話你吃嘅日子就必定死。吃嘅日子，分別善惡樹嘅果子，你吃嘅日子，即係意思就係話你吃嗰一日開始，你必定死。咁佢哋有冇食到啊？有冇死到啊？幾時死啊？幾時死啊？即死咯！神講啊嘛，耶和華講啊嘛，佢話你吃嗰一日你就必定死啦。所以人係幾時開始死嘅咧？就係當亞當夏娃吃咬噬落去嗰下開始死咗啦。又唔係喎，亞當夏娃生勾勾咁樣，之後仲生仔咁樣喎。我哋講，當佢哋係吃呢個分別善惡果子，當佢哋犯罪喺罪惡過犯之中嘅時候，佢哋嘅靈性死亡咗啦，係靈性死亡咗啦，即係同神接觸嗰個關係，同神隔絕咗啦。喺神眼中呢個係叫做咩啊？
死就係死。佢話你吃嘅子必定死，佢唔係話可能死、多數死、唔生唔死、時生時死、有時死有時唔死。神話你吃嗰下你就必定死，所以佢咬落嗰下佢哋就死咗噶啦。所以由亞當夏娃開始，罪就從一人入了世界。我哋都係亞當夏娃嘅後裔，係嘛？你同我嘅祖先咧，亞當同埋夏娃啊，所以我哋都係佢生出嚟嘅 ，OK， 都係源自於佢嘅。所以我哋因着亞當夏娃罪入了世界，罪性喺你我當中，我哋都死咗啦。我哋都死咗。咁死咗之後咧，咁我哋點做人啊？死咗啦喎，每一個人都死咗啦喎，係嘛？由咬嗰下開始就死咗啦喎，咁點算呢？跟住我哋嘅死嘅狀況係點？我哋點樣做嘢嘅咧？都要繼續講咯喎。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第一，隨從今世嘅風俗。有啲譯本係翻譯話咧，隨從今世嘅潮流啦、做法啦，係嘛？我哋就死咗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嘅即係好似僵屍咁樣嘅行屍走肉咁樣啦。我哋咧就係咧隨從呢個今世嘅風俗。唔同嘅世代、唔同嘅年代都有唔同嘅風俗，或者翻譯做潮流，或者翻譯做做法。每一個年代都有嗰個年代嘅潮流，嗰班人都係做緊差唔多嘅嘢㗎。喺80年代嘅時候，人講緊咧，我哋有上進心，我哋要追求四仔。四仔，知咩係四仔？車仔、屋仔、老婆仔同埋 BB 仔 ，OK， 咁就係啲四仔。90年代嘅時候，香港去到呢個最黃金、最輝煌、經濟最蓬勃嘅時候，當時嘅人追求嘅就係極致嘅生活、個人嘅品味。而家喺呢個年代，今時今日呢個年代，人追求乜嘢呢？大家有冇去音樂報道會啊？啱啱我哋嗰個音樂報道會，記唔記得嗰班年青人話佢哋係咩人啊？黎信賢而家嗰啲人叫做咩人話？YOLO 人啊嘛 ，OK？YOLO 人即係咩叫 YOLO 啊？即係咩啊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可以活一次，即係話人要活在當下，係嘛？要活在當下，要對自己好啲，係咪啊？唔使做社畜嘅 ，OK？ 對自己好啲，活在當下。今日人追求嘅乜嘢？今日人呢個潮流，呢個世代追求嘅就係情緒價值，拒絕嘅係情緒勒索，係嘛？你唔好要求我咁多嘢，增加罪唔好叫我做呢樣做嗰樣，唔好情緒勒索我係嘛 ？OK 係嘛？所以乜嘢都係對我好，對我好，為我自己好係咪啊？簡單嚟講就係自我中心啦。OK 啊，就係呢一個潮流，呢個時代，每一個時代都有唔同嘅潮流，人就係一窩蜂咁樣，都有咁樣嘅傾向，隨從今世嘅風俗。第二，想睇咗後邊先啊。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當中放縱肉體嘅私慾，我哋有肉體嘅私慾，隨着肉體和心中所喜好去行，就係我哋嘅肉體啦，係嘛？我哋嗰個己啦，我哋嘅肉體嘅私慾啦。人生出嚟就有性慾、有貪慾、有貪心，會有野心，係嘛？會自私、會發脾氣、會有怒氣，係咪？今日人就係隨從呢一啲。受呢啲嘅控制，係咪受肉體嘅私慾、情慾所控制，過我哋嘅人生？所謂好有上進心，即係好貪心，即係好有野心，等等等等。OK 嘅。第三，今日人活著係順從緊啲乜嘢咧？呢度話順服空中掌權者嘅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嘅邪靈，即係邊個啊？撒旦。撒旦。弟兄姊妹，呢個世界嘅運作緊係背後有一股嘅勢力。人都死咗，個個都死咗，每一個未信主，佢哋都生出嚟就死咗。佢哋係隨從緊、跟緊、順從緊一股超自然嘅力量。聖經講得好清楚，呢個超自然嘅力量唔係一個伊索寓言，唔係天方夜譚，唔係兒童故事。呢一個係聖經講嘅一個千真萬確嘅事實。呢個世界運作緊，背後有撒旦喺度嚟操控。啲話係喺悖逆之子心中運行嘅邪靈。運行係咩意思咧？運行呢個字咧，曾經喺第一章嗰度出現過，講緊呢個大能大力咧，曾經喺耶穌基督身上面運行。神賜俾耶穌基督有一個嘅大能大力，呢個大能大力喺耶穌基督身上面運行。喺悖逆之子未信主嘅人喺佢哋身上面都係有邪靈運行。其他嘅翻譯本係翻譯做發揮功能、發揮作用。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一樣嘢，今日未信主嘅人，佢哋都係三樣嘢，佢哋隨從今世嘅風俗，隨從呢個潮流，隨從佢哋嘅肉體，隨從一股超自然嘅力量。無論點都好，都有個共通嘅特點，就係
隨從今世嘅風俗，信服空中掌權者嘅首領，隨着肉體和心中所喜好嘅去行，隨從、信服、隨着，即係話世人若果未信主嘅時候，都係好似行屍走肉咁樣，佢只可以跟住、隨住、跟住，佢哋做唔到主意，因為佢哋乜嘢啊？死咗，死人。而家最多人 follow 嘅知唔知係乜嘢？最多訂閱嘅，最多subscriber 嘅，最多追蹤者嘅，最多人 follow 嘅，最多人追蹤嘅、追隨嘅，你知唔知係邊個啊？撒旦，佢60億嘅 follower，60億嘅 follower 追隨者，因為未信主人都係呢度講信服空中掌權者嘅首領。你話有冇例外㗎？唔係咁樣嘅話，係咪啊？即係個個都係咁樣，個個都係行屍走肉咁樣，唔係㗎。有啲佢唔係隨從呢個潮流嘅喎，有啲你知唔知係點樣㗎？有啲人係負責帶領個潮流噶嘛，係咪啊？ KOL 係咪啊？即係好有品味噶嘛，帶領嗰啲潮流噶嘛。有啲人唔係咁邪，唔係咁惡噶噃，有好多慈善家噶喎，好多哲學家、思想家噶喎。有冇例外？唔喺頭先呢啲1、2、3呢3個範疇之內㗎。我哋再睇下呢段聖經，佢再講得清楚啲啊。佢話咧，你們，第2節，你們。係嘛？你們死在罪惡過犯之中。第3節，我們，保羅話我們，你們，我們和別人一樣，所有人都一樣。你哋係咁樣，我哋係咁樣，所有人都係咁樣，都係點樣啊？死在罪惡過犯之中。每一個未信主嘅都係死在罪惡過犯之中。第3節佢話：我哋本為可怒之子啊！可怒之子，哇！悖逆之子啊，之子，咁樣形容佢話可怒之子、悖逆之子，咁樣形容係咩意思啊？頂先我哋覺得乜乜之子咁樣，係嘛？佢唔係咪話可怒嘅人啦，係咪啊？即係悖逆嘅人啦咁樣喎。佢可怒之子喎，即係話呢個人係點樣噶？佢唔係有時可怒喎，間中可怒係點樣噶？佢全人由頭到尾，由頭到腳趾尾，原原本本如假包換，假一賠十嘅，徹頭徹尾就係一個嘅可怒之子、悖逆之子，就係一個罪人咁樣嘅意思噃。呢個講緊邊個啊？你咯，同埋我咯。我哋原本都係可怒之子啊！咩叫做原本啊？呢度話本為可怒之子。本為呢個字咧，有其他譯本咧就係翻譯做得生來。生來一生出嚟，生來就係可怒之子。即係話你一出世 day one 你生出嚟嗰下，你就係可怒之子。你同我都係走唔甩。弟兄姊妹啊，你同我原本都係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冇例外，一個例外都沒有。羅馬書3章10到12節咁樣講，佢話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有，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講咗6次沒有。我再問一次，死在過犯罪惡之中，未信主嘅人死在過犯罪惡之中，有冇例外㗎？沒有，沒有。無論你話嗰個可能咧，你話唔係喎，哇！即係奧運金牌得主嚟喎，哇！代表香港攞奧運金牌嘅喎，可能佢係什麼明星嚟嘅喎，係咪啊？哇！即係咧跳舞嗰啲成隊跳得好齊嘅喎，唱歌好好聽，好感人嘅喎，係嘛？可能有啲係即係世界級嘅鋼琴家、世界級嘅小提琴家，係咪？哇！啲彈啲琴隻手好似打摩打咁樣嘅喎，係嘛？上晒 YouTube 咁樣咧，好多人 follow 嘅喎，好多可能係哲學家、思想家，係某某嘅學習領域嘅權威，係博士，
係嘛？可能你都 follow 緊佢，你都係佢嘅fans，做緊佢嘅 fans。但係聖經話呢啲人若果佢未信主嘅，佢幾勁都好，有1億嘅 follower，有1億嘅追隨者睇佢個 YouTube 都好，只要佢未信主嘅，聖經就俾一個詞語佢形容佢叫做可怒之子，或者就係死人，死在罪惡過犯之中。換紅，你幾時信主㗎？中學嘅時候信咗主未啊？未嘅 OK。咁你讀中學嘅時候咧，你阿媽有冇同你講話你個死仔咁樣㗎？有時㗎係咪啊 OK？周時係咪啊？你個死仔嘅。咁佢阿媽咁樣同佢講嘢，咁樣講啱唔啱啊？咁樣講啱唔啱？我唔係話佢阿媽個態度喎，即係佢阿媽講呢句説話，你個死仔啊，啱唔啱啊？啱唔啱㗎？全中，爭在有冇個包仔喺後邊嘅啫 ，OK 係咪啊？你個死仔啊，你個死女啊，全中啊，中晒。我哋未信主嘅時候，就係一個咁樣嘅人，死在罪惡過犯。即係早幾日同一班同學去食飯，我哋6個舊同學一齊去食飯。咁我哋呢啲年紀咁樣，18年紀通常即係一齊食飯，講翻啲回憶翻啲往事啊咁樣嘅，都係嗰隻㗎啦，走唔開 OK 啊。咁我講翻讀中學嘅時候嗰啲嘢啦嚇，咁大家好多共同嘅回憶啦嚇。我哋6個同學讀中五嘅時候，我哋都有個共同點係乜嘢咧？即係唔係打麻雀嗰啲表面嗰啲嘢啦 ，OK 啊，深層次啲嘅 OK 啊。我哋6個舊同學都有個嘅共同嘅特點，就係死人，死在罪惡過犯之，都係死咗。早2日我哋一齊食飯嘅時候，情況唔同咗，有4個翻生咗，有4個翻生咗，有2個繼續係死人，佢哋仲未信耶穌。所以無論我哋有幾多共同嘅回憶都好，我哋講緊共同嘅故事，我哋遭遇緊同樣嘅嘢，但係當時我哋都係一齊係死人。今日有4個翻生咗，有2個仲係死緊。喺2章8節咁樣講，佢話：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呢度講嘅這並不是出於自己，呢個這字係咩意思呢？呢個這係指著乜嘢呢？有3個答案。第一係前面講嘅得救係本乎恩，即係呢一個咁嘅系統啊，呢個咁嘅規矩，我哋能夠因信稱義嘅，係嘛？即係能夠神施恩俾你嘅 OK 啊，你信啦，你就能夠得救㗎啦。因信稱義呢個得救本乎恩，呢個系統，呢個咁樣嘅 system OK，呢個係神所賜嘅，呢個第一。第二信。呢個信係神所賜嘅，唔係出於你自己。呢個信係神所賜嘅，呢個第二。第三，2樣都係。你覺得係咩？前面、後面，定係2樣都係啊？係乜嘢啊？你估？第3個係咪 OK？大家都好保險喎 OK 係咪啊？大包圍咁樣 OK 係咪啊？啱中咗 OK 啊？呢個這係講緊一來係講緊得救係本乎恩，亦都係講緊信。無論我哋得救，我哋因信稱義，呢個咁信就可以得永生，係呢個係神所賜嘅。甚至乎連你信主嗰個信心都係神所賜俾你嘅。你話使唔使神使乜做到咁絕啦 ？OK， 即係。因信稱義已經好好㗎啦，係咪？我哋已經好賺㗎啦，係咪？已經好着數㗎啦，連嗰個信心都要神賜俾我哋。你知唔知點解？點解你連信主嗰個信心都係神所賜俾你嘅？知唔知點解？因為你信主之前你係咩人話？你死人嚟㗎嘛？死人。可唔可以攞到信心出嚟啊？攞唔到㗎，係嘛 ？OK， 所以連嗰個信心都係神所賜俾你㗎，啊！即係哇，曾家俊你就嚟2蚊搭車咯喎 ，OK 係咪啊？
就嚟 OK 啊，就嚟2蚊搭車咯喎！哇，咁你嗰2蚊都要啊馮寶芬幫你出，唔係啊話咁樣係咪啊？你即係2蚊啫嘛，OK 2折啫嘛 OK， 唔使咁慳啊係嘛 OK 係嘛？你話哇神叫我哋即係因信稱義，信就得永生噶咯喎，冇辦法，因為我哋信之前我哋都係死人嚟噶嘛，死咗咁點信啫？所以弟兄姊妹啊，我想同你講嘅就係，我哋原本都係死人，死在罪惡過犯之中。喺美國嘅3一福音神學院咧，有個歐文博士，有個名叫歐文 OK 啊。咁佢負責咧係教啲同學咧去佈道嘅傳福音嘅。佢每年咧都會帶嗰啲同學咧去嗰個墳墓嗰度，去一個墓園嗰度。咁啊，叫啲同學咧就圍住一個墓碑，圍住個墓碑。咁啊，是但揀個啦。咁墓碑啊寫住某某人個名啦，譬如史密先生咁樣 OK 啊。咁啊，歐文博士咧就叫啲同學啦，喂，你同阿史密先生傳福音啊？嗰啲同學，博士，你係咪黐線㗎 ？Are you crazy？ 佢死咗喎，你叫我同佢傳福音？跟住阿博士咧就佢親身示範一次啊，充滿熱誠咁樣咧就咧即係同呢個咧史密先生咧就係咧去傳一次福音。跟住博士同呢班學生講：我而家同呢一個死咗嘅人傳福音，有一日你喺街頭嗰度同一個人傳福音係冇分別，係冇任何分別，因為所有未信主嘅人都係死咗嘅人，死咗嘅人。若果唔係神賜俾佢信心，乜嘢事都唔會發生。唔會因為你講得幾好，唔係你講得幾有條理。如果唔係神將一個信心賜俾佢，冇事會發生。所以有時我都好奇怪，我有時好多時喺慕道班當中，我都會覺得，哇！我已經講呢個福音講得好仔細㗎啦。好有條理㗎咯喎，好有邏輯㗎咯喎，點解你咁你都唔信主嘅？即咁有條理講得咁有邏輯，你稍為智力正常嘅都會信耶穌㗎？點解你可以唔信嘅？有時我真係好奇怪。但係而家我知道啦，人信耶穌嗰個信心喺邊度嚟嘅？神賜。如果唔係神賜呢個信心，冇事會發生。人繼續會死喺過犯罪惡之中。教會啊，教會有一個名，另一個又可以叫做咧召會，係嘛？召會意思即係話咧，教會呢個字咧，佢原本意思就係咧，就係被呼召出嚟嘅一班嘅會眾 call 出嚟，呼召出嚟。弟兄姊妹，你同我喺邊度被召出嚟嘅？根據今日頭先我所講嘅，你同我信主嘅時候，信主之前，我哋都喺邊度被召出嚟啊？喺死人當中被呼召出嚟，喺一班死人當中被呼召出嚟。約翰福音5章25節咁樣講，佢話：我實實在在嘅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嘅聲音，聽見嘅人就要活了。個死人要聽見神兒子嘅聲音，嗱，我唔明點解嘅，點解死咗都可以聽見神兒子嘅聲音啊？佢總之就係呢個就係神所賜㗎啦。OK 啊，我總之呢度講嘅主耶穌講嘅就係一班死人未信主嘅人，佢哋被形容為死人，佢聽見神兒子嘅聲音，聽見嘅時候就要活了。弟兄姊妹，當拉撒路喺嗰個墳墓嗰度，佢4日啦，發臭啦，成個屍體發臭啦，喺個墳墓嗰度，佢需要乜嘢？佢需要乜嘢？佢發臭咯，咁點咧？係咪再搭多啲香膏喺佢身上面，等佢冇咁臭？幫佢做一個落去眼袋療程，去佢眼袋，皮秒激光去雀斑，微創直髮幫佢療程，做晒呢啲療程有冇用啊？點解冇用？死咗㗎嘛，你做咩療程啫？佢需要乜嘢啊？佢需要生命。一個死咗人需要生命。
我哋原本都係一個死咗嘅人，有一日耶穌將生命賜俾你。我由出世嗰日開始 ，day one 嗰日開始，出世嗰日開始，我就死咗㗎啦，死在罪惡。我本為可怒之子，直到我死咗18年嘅時候，死足18年嘅時候，有一日我喺我墳墓嗰度，耶穌嚟到我墳墓嘅門口，碌開嗰嚿嘅石頭，入咗去我墳墓嗰度，跟住佢話：黎建雄出嚟！我今日企喺度，感謝主，係咩？死人聽見神兒子嘅聲音，我活了。呢個係我故事，你都係，呢個都係你嘅故事。等知我哋原本都係一班嘅死人，因着神嘅憐憫，佢呼召我哋從死人當中出翻嚟。我哋原本都係一班死人，講得絕啲，一班廢人，死咗冇用噶啦，係咪？但係神奇嘅地方就係，我今日講緊神嘅傑作。神嘅傑作係用一啲嘅廢料成為佢手中嘅傑作。呢啲廢料就係我，就係你，就係一班原本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今日能夠成為神手中嘅傑作。佢嘅教會，保羅寫以弗所書嘅時候咧，佢用咗好高明嘅寫作嘅手法，其中一個叫做對比嘅手法。保羅喺第1章嘅時候咧，已經係將個啟示咧推上去到巔峰。佢講到咧，即係哇，求神咧，即係開啟，即係我天上各樣嘅屬靈嘅福氣啦，開我哋嘅眼睛啦，聖靈開啟我哋嘅眼睛啦，知道咧佢嗰個能力何等嘅浩大啦，呢個浩大做咗啲乜嘢啦 ，OK， 跟住最後就講到呢個能力好浩大㗎，咁啊，只要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啦，跟住耶穌咧就有資格做乜嘢啊？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嘅。有人講以弗所書第1章已經係將呢一個嘅啟示去到呢個嘅巔峰嘅當中，就係呢句説話。教會係佢嘅身體，係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下一節聖經，聖經原本冇分章節嘅，OK，下一句就係講咩啊？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佢原本嗰個他叫你們活過來嗰個原本係冇嘅，和合本加上去嘅啫，OK啊。所以原本咧，即係保羅咧喺寫以弗所書嘅時候，寫到第1章最尾嘅時候，將嗰個啟示推上去巔峰，跟住下一句就咩？死啊你哋！好似跳笨豬跳咁樣 ，OK 啊 ，drop 一聲咧就咧，即係跌到落去谷底嗰度 ，OK。呢個叫做咩咧？呢種寫作手法叫做對比，好懸殊嘅對比，好強烈嘅對比。第二個對比係嗱，跟住即係繼續講啦嚇。第5節就話咧，當我們死在過犯中嘅時候，一路講我哋點死法啦，係嘛？順服空中嘅首領啊，隨從心肉體嘅所喜好去行啊 ，OK， 等等等等啦，係嘛？講到我哋即係哇係行屍走肉啦。好，跟住佢就話咧乜嘢咧？便叫我們呢啲一同活過嚟啦，係嘛？他又叫我們與耶穌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一班死到貼地嘅人啦，係嘛？行屍走肉嘅人咧，今日而家已經喺邊度啊？坐在天上，復活咗，坐在天上。2章3節佢話：我哋呢班人本為可怒之子啊，可怒之子啊，同埋可怒。其他譯本就話咧，即係神嘅憤怒、震怒都喺我哋身上邊。神係憤怒嘅神，神係震怒嘅神，神係唔講得笑，係會發嬲、會審判嘅神。我哋呢班人係可怒之子。下一節講乜嘢咧？第4節。1至3節，我哋跌到落去谷底。去到第4節嘅時候，佢話：然而神，but God，然而神180度嘅轉變。如果我哋谷底嗰度死在過犯罪惡之中，貼晒地嘅，但係神，佢原本係憤怒嘅神，但係神呢度話佢係有豐富嘅憐憫，佢有大愛，佢有極豐富嘅恩典，向我哋所施嘅慈愛。呢個就係保羅所作出嗰個嘅對比。點解弟兄姊妹點解要咁樣寫作嘅手法嘅咧？我好似而家好似跳笨豬跳咁樣係嘛？一章尾嘅時候咧，要去到個高峰，跟住2章頭嗰3節跌咗落去谷底，跟住再彈翻上嚟咧，就我哋一同咧坐在天上。保羅咁樣講嘅時候，佢想話俾你聽，
你必須要知道你原本係幾低嘅一班人，幾貼死咗嘅蛻蟲嘟嘟嘟嘟嘅人，今日坐在天上。當呢個對比出現嘅時候，你先至會發現今日你所站嘅位置，你處境係原來今日我哋係幾咁高。好似你喺一個摩天大廈嘅屋頂嗰度嘅啊，如果個摩天大廈好闊嘅 OK 啊，你企喺個屋頂嘅中間嗰度，咁你會唔會好驚㗎？企喺個屋頂中間嗰度，你唔驚㗎嘛？正常啦 OK 啊，你幾時先會好驚啊？你唔好企喺中間，你企喺邊度啊？你企喺個90層嘅摩天大廈嗰個邊嗰度，係嘛？跟住你再望落去，你先至驚㗎嘛 OK， 嗰陣時先係驚㗎嘛 OK。點解啊？因為你有對比啊嘛。哇！原來我咁高啊，而家 OK 好似搭飛機咁樣啫嘛，係嘛？即係你搭緊飛機嘅時候咧，其實你唔知自己搭緊飛機嘅可以係嘛？如果你即係起飛嘅時候瞓着咗，你幾時先知道你搭緊飛機啊？你幾時知道架飛機真係喺個天嗰度啊？其實可以唔知㗎，幾時先知啊？你望出去咯，就喺個窗口望出去，哇！原來喺個天嗰度 OK 係咪？所以呢個就係保羅咧，就係一個嘅對比啦。當你知道你幾低嘅時候咧，你今日先會明白你而家有幾高，你而家處咩嘅地位嘅當中。弟兄姊妹，呢個就係神要作嘅。我哋原本由極低貼地嘅一班人，今日要坐在天上。今日我哋原本都係廢料嚟嘅，都係冇用，都係死人嘅，死在啩，冇任何嘅反應嘅對於神嗰個呼召。但係今日神將我哋反彈到去天上邊，成為咗神手中嘅傑作。喺以弗所書頭嗰2章頭嗰10節嗰度，我揾到幾個形容詞形容我哋一班如何嘅傑作。第一，我哋呢班人頭先講，我哋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咁我哋點樣坐在天上呢？1章20節提到呢個神嗰個嘅喺我哋身上面運行嗰個大能咧，係曾經咧運行喺耶穌身上面嘅。呢個大能係點樣呢？1章20節就提到啦，就是照他在基督耶穌身上運行嘅大能，但係使他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邊。呢個講緊耶穌，講緊耶穌佢自己。神嘅大能運行喺佢身上面，佢能夠做到死復活，坐在天上。以弗所書2章第5到6節，佢話：我哋死在過犯中嘅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即係話耶穌基督佢2000年前所經歷嘅，佢死復活，坐在天上父神嘅右邊。今日教會同耶穌基督經歷緊同樣嘅嘢，冇錯，我哋都係死，但係我哋都一樣係同耶穌一樣，係都係復活咗。耶穌坐喺父神嘅右邊，今日教會同耶穌一同坐在天上，都係喺父神嘅右邊。呢個就係今日教會嘅地位，你同我今日教會所身處嘅地位。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嘅？點解耶穌嘅經歷，點解耶穌嘅所遭遇一切，今日會發生喺教會嘅當中啊？點解耶穌佢好勁啦？佢死復活升天，點解教會都可以咁樣嘅呢？因為啱啱講教會係基督嘅身體，教會係耶穌基督嘅身體。咩叫教會係基督嘅身體？弟兄姊妹，我哋需要聖靈開我哋嘅眼睛，俾我哋能夠睇見，賜我哋啟示智慧同埋啟示嘅靈。咩叫做係佢嘅身體啊？係佢嘅身體，即係話我哋呢班人教會與耶穌基督匹配，黐得到上去，黐住佢個頭啊，可以運行啊，血脈相連啊！我哋呢班人係與耶穌基督匹配嘅一班人，成為佢嘅身體啊！所以當耶穌基督坐在天上嘅時候，會唔會賴低我哋喺地下？唔會嘅，因為我哋係佢嘅身體啊嘛，佢唔會抌低我哋嘅，因為我哋呢班係佢嘅身體。之前講我哋原本我哋呢班人係信服空中掌權者嘅首領，就是現今在培之心中運行嘅邪靈。我哋信服空中掌權者，就信服魔鬼去控制、去運行喺人嘅心嘅裏邊。呢個係我哋原本嘅光景。今日呢？頭先話之前第1章講到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下一節就講遠超過一切執政嘅、掌權嘅
有能嘅、自主嘅、有名嘅、今世嘅、來世嘅。當耶穌坐在天上，在天上，在父神右邊，佢遠超過一切，包括咗執政嘅、掌權嘅，即係魔鬼咯。咁所以今日你同我教會與耶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嘅時候，咁魔鬼喺邊度啊？原本你同我信主前啊，都係俾佢糟質噶嘛，順服佢噶嘛。而家魔鬼喺你邊度啊？喺教會邊度啊？耶穌基督喺上面遠超過執政掌權嘅。今日我哋與耶穌基督一齊，魔鬼唔係喺我哋嘅腳下咯，係咪啊？萬有都服在耶穌基督腳下，都喺我哋腳下，因為遠超過一切。今日呢個就係教會嘅地位，在天上。弟兄姊妹，你唔需要羨慕啊！我要住喺擎天半島啊！我要住喺君臨天下頂樓嘅複式單位啊！唔需要，因為你而家喺邊啊？你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弟兄姊妹，但願神開啟我哋眼睛，叫我哋今日知道教會嘅地位係乜嘢？坐在天上。第二，教會係神手中嘅傑作。2章第10節咁樣講，佢話：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原是他的工作。環球聖經譯本係咁樣翻譯，佢話：事實上，我們是神的作品，我哋係神嘅作品。點解華人聖會咁樣去翻譯嘅呢？原來工作呢個字啦，工作或者作品呢個字咧，佢原文咧係叫做 poema 呢個字啦。咁原來咧就係 poem 英文啊 poem C 呢個字咧就係原字咧 poema 呢個字。咁所以聖經學者話俾你聽咧，原來呢個字咧就唔純粹單單解工作咁嘅意思，就好似環球聖經譯本咁樣翻譯，就係神嘅作品，係佢嘅設計，係佢嘅精心設計，係佢經過佢嘅巧妙嘅安排，一個精心嘅設計，或者咁樣講係神嘅藝術品，係神嘅傑作。有啲聖經咁樣翻譯，神嘅傑作係佢嘅藝術品。喺意大利咧有個嘅雕塑啊，叫做咧大衛像，叫做大衛像。呢個大衛像咧係用大理石雕塑出嚟，5.2米高，5.2米高。佢原本咧係放喺啦，諗住啊，即係喺1503年嘅時候就變製啦嘅。1503年，佢原本諗住咧係放喺呢個佛羅倫斯嘅大教堂嘅屋頂嗰度嘅，放喺個屋，即係個教堂個頂嗰度嘅。當佢做完出嚟嘅時候咧，達文西一等嘅人咧就睇見嘅時候，哇！不得了，呢個驚世傑作，唔可以擺喺屋頂，要擺喺個廣場嗰度咧，供大家去欣賞。咁啊，直到喺1873年嘅時候，1873年嘅時候咧，人咧就避免佢風吹雨打，就將佢咧搬咗去咧室內，喺呢個佛羅倫斯嘅學院美術館嗰度咧展覽，直到而家。佢係被譽為一個嘅曠世巨作。佢特別嘅地方係乜嘢咧？呢個大衛像，呢個大衛像講緊咧，佢而家你見佢擺個 pose 好似好挫咁樣，係咪啊？即係會打卡咁樣嘅，OK 係咪啊？咁佢有咩咁特別嘅地方咧？原來呢個大衛像咧，佢而家呢一個 moment 呢一剎那咧，係準備擊殺哥利亞嗰一剎那嚟嘅。咁 hea 嘅係咪啊？咁樣噶嘛 ，OK 咁啊？如果嗰啲即係嗰啲專家或者如果你仔細啲睇呢一個嘅大衛像嘅時候咧，你發現咧有幾樣嘢。第一，佢眼神相當銳利，相當專注。嗱，呢個係一個雕塑嚟嘅，唔係畫嚟嘅。OK 啊，咁啊呢個嘅作者咧，佢雕塑到咧，佢個眼神咧相當銳利，注目喺巨人哥利亞嘅身上面。當時佢全身肌肉繃緊，你見到嗰啲唔知幾多嚿腹肌冚唪唥露晒出嚟，全身肌肉繃緊，準備發射。佢嘅右手揸住嗰個石頭 ，OK 啊，咁啊左手就係揸住嗰粒石頭，然後右手就係揸住呢嚿石頭啦。你見到佢嘅手係點樣啊？啲青筋係點樣啊？
青筋爆現出嚟 ，OK 啊，即係嗰啲植物啦 ，OK， 青筋暴現啦，咁咧就咧準備咧用呢個石頭咧去擊殺個哥利亞。所以哇，嗰啲嘅專家話咧，哇呢個雕塑，佢嗰啲嘅頭先你見嗰啲嘅肌肉啊，呢啲嘅血管啊，係咪？哇巨細無遺，精雕細琢，真人一樣，好似即係佢唔係 3D 打印出嚟嘅，佢係雕塑出嚟嘅。啊，譬如一個曠世嘅巨作，所以佢完全捕捉到大衛佢準備擊殺哥利亞之前嗰一剎那，千鈞一髮嗰一剎那，就好似影相咁樣咧，影咗出嚟。呢個被譽為曠世巨作。不過今日想講嘅就唔係呢個像，係呢個像原本嗰嚿石頭，原本嗰嚿石頭，嗰個佢嘅大理石，嗰嚿大理石喺1464年咧被開採出嚟。同樣都係高5.2米啊，12噸重。咁啊，原本咧呢個大理石咧，即係5.2米12噸重啊。原本咧就係咧做一個雕像咧，擺喺呢個佛羅倫斯嘅教堂嗰度啦，擺喺個屋頂嗰度啦。咁啊係分別咧喺1464年就揾咗個雕塑家咧去諗住咧去作一個嘅雕塑出嚟。嗰個雕塑家就話：哇唔得喎，呢嚿嘢好多瑕疵喎，係嘛？咁啊即係隨時咧。即係一雕完之後咧，佢碎開嘅喎，太脆弱咯，好高難度咯，放棄咗。11年之後，呢個教堂揾第二個雕塑家，作下，喂唔掂喎嚇，咁啊都係咁講話，太脆弱咯，呢嚿石頭係嘛，太多瑕疵咯，又放棄咗。結果呢嚿石頭就放喺戶外嗰度咧，暴曬、風吹雨打25年嘅時間，成為一個嘅工業廢料，一件垃圾廢料擺咗喺戶外嗰度，擺咗25年。跟住呢個佛羅倫斯嘅教堂嘅負責人話：唔得，我真係要揾個人咧去順服呢嚿嘅石頭。結咗揾一個後生仔，嗰個後生仔當時26歲，佢個名叫做 Michael Angelo 米高安哲羅用咗3年嘅時間，用佢嘅巧手避開晒所有嘅瑕疵同埋前人作過嘅地方。終於呢個大衛像面世，成為一代嘅巨作。我想講嘅就係呢個曠世巨作，呢個傑作原本係源自一嚿嘅工業廢料、垃圾，就好似教會一樣。教會你同我原本都係咩話？死人。保羅我哋死咗噶啦，冇用噶啦，廢料嚟嘅。但係神呼召你，呼召我，今日成為我哋組成咗一個組合。呢個組合叫做教會，係神手中嘅傑作，係佢最偉大嘅作品，係佢嘅代表作。教會，但願神開我哋嘅眼睛，叫我哋睇見乜嘢叫做教會，乜嘢叫做教會。聖靈開啟我哋，叫我哋知道什麼是教會。第三，教會係一個新嘅創造。喺2章第10節講：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弟兄姊妹，呢個造係咩意思啊？同做功課嗰個做有咩分別啊？呢個做係咩意思啊？呢個做係咩意思啊？創造嗰個做 ，OK， 創造。其他譯本都係翻譯做創造。我哋係在基督耶穌裏教會，我哋係佢嘅工作，係佢嘅藝術品，係佢嘅傑作，喺耶穌基督裏邊創造而成。神有好多藝術品喺呢個宇宙嗰度，好多藝術品。呢個宇宙幾大？不過都係舊創造，呢啲舊創造。神有好多舊創造。遍佈喺呢個宇宙嘅當中，呢個叫做創生之柱，佢離地球7000光年，佢嘅闊度係8光年。呢個螺旋星雲叫做神之眼，被稱為神之眼。呢個星雲離地球700光年，直徑5.1光年。呢個叫做蝴蝶星雲，離地球2100光年，闊3光年。呢啲都係鳳毛麟角、冰
冰山一角，神喺呢個宇宙當中嘅其中一啲嘅藝術品，佢嘅傑作，佢手中嘅傑作。喺神眾多嘅藝術品當中，喺眾多嘅傑作嘅當中，只有一件能夠稱為佢嘅代表作。呢件代表作離地球0光年、0公里。呢件代表作叫做教會。喺呢個浩瀚宇宙當中，只有教會能夠叫做神嘅代表作，因為只有你同我先能夠代表神。求神開我哋眼睛，聖靈開啟我哋眼睛，叫你知道什麼是教會，賜俾你智慧同埋啟示嘅靈。教會唔係一座建築物，教會唔係淨係聚會，聚會就係教會，教會就係聚會。聚會有時間就嚟聚會，冇時間就唔嚟。我自然醒我就嚟聚會，自然唔醒我就唔嚟聚會。教會唔係一座建築物，唔係淨係聚會嘅地方。教會是什麼？以弗所書1章18節講，教會有何等豐盛榮耀，神喺聖徒當中要得嘅基業。神喺呢個宇宙當中，呢啲唔係佢嘅基業。神要得着何等豐盛榮耀嘅基業係教會。1章23節，教會是他的身體，是他充滿萬有者所充滿。教會係佢嘅身體，同佢匹配，能夠襯得起我哋嘅耶穌，成為佢嘅身體，彰顯佢嘅榮耀。2章10節，教會係神嘅傑作。喺呢個宇宙嘅當中，只有教會係佢嘅代表作。教會係佢嘅新創造。所有呢啲都係舊創造，唯有教會係新創造，係喺基督耶穌裏邊創造而成。呢個叫做教會。教會係乜嘢？教會對於我嚟講，教會係一笪地方，係我能夠奉獻我一生嘅地方。教會係一笪地方，我願意將我嘅人生投放喺呢度嘅呢笪地方，叫做教會。神開我哋，求神開我哋嘅眼睛。呢件最偉大嘅作品，呢件最偉大嘅代表作，今日需要作一個嘅公開嘅展覽。並唔係放喺藝術館嗰度。教會呢件偉大嘅藝術品，神嘅傑作，需要做一個公開嘅展覽。2章7節，我哋一齊讀好嗎？預備1、2、3，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顯明給後來的世代。弟兄姊妹，我哋要顯明、展覽神嘅恩典，我哋要負責做呢樣嘢。顯明後來，俾後來嘅世代看，後來嘅世代每一代、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都要睇見神嘅榮耀同埋恩典。我哋就負責做呢樣嘢，去顯明佢嘅恩典。咩恩典啊？呢度話極豐富嘅恩典，佢嘅恩慈極豐富嘅恩典。新海語本係翻嚟做恩典極其豐富，環球聖經係無比豐富嘅恩典。1章亦都咁樣曾經提過，佢話使他榮耀嘅恩典或者恩典嘅榮耀得着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嘅，我們藉這愛子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那是叫他豐富嘅恩典。再一次講係豐富嘅恩典。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哋。呢個恩典係極豐富嘅恩典，神要動用佢諸般嘅聰明智慧，充充足足咁樣賞俾我哋，或者翻譯做滿滿咁樣傾住喺我哋嘅當中。今日我哋領受咗，我都唔知可以再用乜嘢嘅形容詞形容我哋領受嘅恩典有幾大。連保羅都唔知用咩形容詞，詞窮都已經。到底頂尖我哋領受咗係幾咁多嘅恩典？我哋原本係廢物、死人、廢到個地步、貼地。但係神抬舉我哋，抬高我哋，今我哋坐在天上，成為喺呢個宇宙當中嘅代表作，代表神。神咁樣抬高我哋，抬舉我哋，弟兄姊妹，何等嘅恩典啊！何
何等極其豐盛嘅恩典啊！但願我哋有呢個智慧同埋聰明去領略神用諸般智慧聰明賞俾我哋嘅恩典。呢個大衛像擺咗喺度幾百年啦。由始至終呢個大衛像嘅，當人見到呢個大衛像嘅時候，佢會覺得即係一般人嘅。當佢見到呢個大衛像嘅時候，佢會覺得乜嘢好榮耀啊？咩好勁啊？佢哇！大衛真係勁啊！咁多肌肉嘅，每一個路過人都會話咩好勁啊 ？Michelangelo 好勁啊！米高安哲羅好勁啊！弟兄姊妹啊，我哋要陳列展覽，教會喺天上面公開展覽神嘅恩典。我哋要話俾人聽，邊個好勁啊？神好勁啊！賜俾我哋極其豐富嘅恩典。弟兄姊妹，但願神開我哋嘅眼睛，叫我哋知道什麼是教會。我哋唱一首詩歌好冇？副本429首，花費。弟兄姊妹，我哋頭先報告暑假有好多開展啦，好多暑期班、聖經班、家長區，需要好多弟兄姊妹擺上，你為着教會。弟兄姊妹，但係我哋唔係覺得，哎呀，又要做嘢，又開工。但我哋睇見一樣嘢，教會能夠為着教會，何來懊悔？有乜嘢？弟兄姊妹，有乜嘢？你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係會覺得好懊悔？人生花咗整個嘅人生，跟住你話，唉，為乜？如果為着教會，何來懊悔呢？我黎建雄人生為咗教會，點解？我可以話，若是為着你教會，何來懊悔呢？我哋一齊站起身唱。